好，去到今朝清晨6點半嘅時候，相信一班利物浦球迷見證住球隊射12碼輸俾巴黎聖日耳門喺歐聯16強出局呢個畫面，相信有不少仍然都係哭波喪緊，而且絕對係耿耿於懷。而沙拿喺賽後更流下男兒淚，咁無他嘅，因為都好大機會係最後一次代表利物浦出戰歐聯啊嘛，而球迷一定係會耿耿於懷。除咗因為球隊近況仍然都係走勢好好，兼首回合作客巴黎攞咗1球返嚟，而喺晏菲路主場應該會俾人更大嘅信心。雖然知道巴黎聖日耳門今季喺安力基執教之下，似乎開始有少少漸入佳境嘅感覺。當然一個唔易對付嘅對手，但係最後主場竟然咁樣失威法，仲要搞到入唔到波之下，波到射12碼，咁為下個禮拜聯賽杯嘅決賽都蒙上一個污點啦。你知道利物浦都好興嘅，一個杯賽失利可以第2個杯賽接連失利啦，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呢場嘅歐聯失利陣真係暴露咗史諾而家手上邊呢班兵同埋踢法上邊嘅弱點。咁要讚佢點調節利物浦，之前集數講咗我就唔講啦。今場波佢採取一個踢法就令到球隊攻同埋守都出現咗問題。咁呢樣嘢喺上半場其實係非常之明顯嘅，係呢，佢利用前場嗰幾位球員嚟到經常壓迫巴黎聖日耳門嘅後防球員，諗住可以快快脆脆喺中前場截到個波，然之後就做攻勢嘅。咁其實上半場呢個嘅戰術都奏效嘅，咁但係好多時呢啲波呢，多數落喺沙拿嗰邊嚟到發難，搶一定搶到啲攻勢翻嚟，但係埋門嗰方面唔係冇需要當狼龍馬要救波嘅，但係唔係俾人 block 就係個準程度唔夠高咯。反而見到巴黎聖日耳門，當利物浦喺中場或者喺巴黎聖日耳門嘅後場攞唔到波嘅時候，嗰啲嘅傳送反擊速率係做得唔錯。呢一點就正正安力基喺今季俾人睇到喺進攻上面嘅進步。舊年嘅進攻呢，其實真心個 form 冇今場表現咁好啊。雖然大家都記憶猶新，對住多蒙特好多次撞眉撞柱啦喺4強嗰度。但係論攻勢嘅入肉程度，喺上半場嚟講，若非艾利臣封到2-3球波，同埋巴高拿丹比利唔係把握力咁曳呢，基本上已經可以反超利物浦㗎啦。呢個就正正係史諾因為要對波冚上嚟到搶，咁連帶埋羅伯臣同埋阿諾當然絕對會啦，一上到去就會製造好多空檔，咁兩邊嘅空檔就好容易俾巴黎聖日耳門就任揀左右兩邊。所以就算今場波基華士的基利亞位季中加盟嘅主力球員冇上場踢得有如球王級嘅表現，但係球隊仍然都做到幾次好具威脅嘅反擊。不過巴黎呢，都藉住一次高耶迪同埋艾利臣少少嘅誤會，咁高耶迪叫做送咗個波俾丹比利喺上半場好早時間撥入，咁其實呢球波都係輸其中一個反擊嘅。而你見到唔單止上半場，其實成個比賽利物浦最大問題就係中間，就算喺麥亞利士打同埋斯布蘇麗未被換咗之前呢，其實個速率上面係跟唔上，同埋唔夠力，即係埋身唔夠緊嚟到截住對方嘅策動攻勢。咁呢樣嘢其實本身加雲貝治係要做到嘅，咁但係我覺得加雲貝治近來嘅狀態就絕對比起季初嚟講就冇咁鋭。當然佢個作用仲喺度，但係佢就唔係好屬於嗰啲拼命三郎波到人到嗰啲球員。所以咧都有時見到要高耶迪咁樣上前嚟到阻壓對手，或者要巴黎聖日耳門去到利物浦禁區邊有防守球員真係阻住佢或者係攔住佢，咁變咗利物浦嘅防線好多時候都受壓。你見到巴黎聖日耳門多次唔止一個球員啊，如果喺邊度揾唔到食，佢會拖到中間，咁可以做傳送，亦都可以中距離埋門，其實都有啲威脅㗎，亦都變相令攻勢之後巴黎聖日耳門會更加多啲添。
當然，如果你論中後場嘅防守，我諗今場波巴黎聖日耳門一定係佔優嗰隊啦。雖然高耶迪雖然衰咗第一球，其餘時間都叫做 OK 嘅，但中後場啲空檔始終比對面較為緊密嘅防守比下去。嗱，當中文迪斯之釘人同埋攔截係做得唔錯嘅，佢嘅拍檔拍高亦都係俾我感覺係有少少驚喜添。而 Vitinha 亦都係較為爛打嘅球員，所以其實個中軸位係保護得唔錯。咁但係呢，兩隊波嘅進攻真係都幾人詬病。咁尤其是下半場利物浦一路踢落去呢，嗰啲進攻呢係越踢越令人失望嘅。其實一開始下半場利物浦頭嗰10零20分鐘最有機會嚟到追和，同埋嗰陣時嘅攻勢係好令人有希望。今場波呢，其實用祖達擺喺正箭頭我都覺得算係咁㗎啦，佢都叫做到第一點要做到嘅嘢。喂，起碼佢可以搏到角球，搏到自己隊波可以繼續有攻勢同埋死球機會先。好明顯，你見到佢同其他隊友，譬如戴亞斯嘅默契，就絕對好過後備換出嚟代佢嘅紐尼斯。紐尼斯仍然都係嗰個問題，唔係唔努力，但係同隊友做配合。譬如有一球同戴亞斯嘅誤會，有一球面對面咁樣交失俾沙拿，其實都證明呢個球員仍然同隊波有啲格格不入啊，係會令人失望啲嘅。戴亞斯我咁睇啦，你可以話佢 hold 波上腳 hold 得好耐，但係傳中甚至間中嘅突破亦都交到貨嘅，係都叫做活躍。尤其是下半場有一段時間都搶晒沙拿嘅風頭啊，令到當陣時未被調出嘅斯布蘇麗其實有幾下埋門呢都近磅。但係問題就係史諾換昆沙入嚟代 TAA 冇問題，但係我寧願就真係唔好換紐尼斯住，同埋唔好一次過分別調走晒麥亞同埋斯堡出嚟咯，而帶留翻一個喺度，甚至乎會早啲出格普，咪橫掂都輸落。出基艾沙俾佢喺邊度搏一搏呢？可能效果係好過出宗斯同埋艾利諾一齊咯。我諗呢兩個是但出一個都夠㗎啦，亦都中下咗最尾射12碼，冇得揀之下就要用宗斯射。如果是但斯堡同埋麥亞喺度嘅話，其實射12碼冇咁蝕嘅。咁呢啲調動我覺得有少少商榷咯。巴黎呢，其實表面上你見到攻勢嘅效率看似係高啲，但係個攻勢就唔係成場佢哋佔優嘅。我咁分開兩樣嘢講啦，一就係當機會真係嚟嘅時候，丹比利、基華甚至後備入替嘅杜越都係把握唔到，或者佢射門時候俾利物浦嘅防守球員叉走。所以整體上邊巴黎聖日耳門嘅進攻出嚟嘅效果同埋個表現，我都係覺得麻麻地嘅啫。即係兩隊波嘅進攻有少少水鬥水嘅意味。好坦白講，如果巴黎有一個把握力好少少、似樣少少嘅前鋒呢，以呢場波利物浦喺水準之下表現，我諗真係唔需要加時，已經分到勝負啦。咁所以呢場波貌似看似係緊湊，但係其實個水準同埋兩隊嘅發揮其實唔高同埋唔好嘅。當然巴黎晉級之後對住布魯日或者亞士東維拉嘅勝方，牌面上邊一定係會佔優啲啦。亞士東維拉如果出線嘅話，佢近況咁好呢，都難講，唔可以咁肯定嘅。因為始終巴黎聖日耳門俾大家睇到佢哋個進攻嘅能力，或者準確啲講把握嘅能力，真係好多有改善嘅空間。今場波我諗佢哋另一個嘅勝負關鍵就係當拿魯馬。好耐咧冇讚佢呢個球員，尤其是一開始當佢去到巴黎聖日耳門，佢嘅表現都備受批評，直頭覺得佢唔似一個意大利國家隊正選門將應該有嘅表現。但係今朝早佢嘅表現就絕對為自己證明翻好多啦！哇，好少見到佢呢成場波係咁集中，仲要好似擒拿手咁呢，所有啲高空波全部都俾佢壓走同埋到位嘅。當然亦都有幾巧緊要嘅撲救啦。以往佢啲高空傳中要打走或者接應嘅波呢，唔係咁穩陣嘅，但係尋日非常之穩陣。如果盡用佢本身身體嘅優勢，如果佢場場都咁打嘅話，咁國家隊一定係要用翻佢打正選㗎啦。希望今次對利物浦又令到佢更加打起自己嘅信心。
而利物浦我頭先講咗啦，佢個弱點已經暴露咗出嚟。如果紐卡素有做功課睇翻呢場波嘅話，唔知何為會唔會有啲部署都諗緊。因為如果以往嚟講，紐卡素對住利物浦其實冇乜甜頭嘅，甚至有少少俾人私家雞嘅感覺。但係決賽始終都係一場過，同平時聯賽其他比賽就唔同嘅。利物浦會唔會成勢冇咗2個捧杯機會之後，冇埋呢個第3個捧杯嘅機會呢？我都賽後即刻講啦。喂，如果而家聯賽排第2嗰個唔係阿仙奴，而係曼城追緊上嚟嘅話呢，其實佢都幾危險。個好彩就係仍然喺低層表現嘅阿仙奴，咁先令到佢都應該幾大機會攞到今屆嘅聯賽冠軍。如果唔係，可能仲衰過前年高普染指4冠嗰年啊！而家最大問題就係，當部分嘅主力球員，例如2個嘅中場同埋戴斯或者祖達在陣嘅時候，對波嘅發揮可以完全唔同。都似乎加雲貝治亦都做唔到個硬淨中軸球員嘅角色，打法應該要類似一個遠藤航嘅球員。咁當然個質素要揾個比遠藤航高㗎啦。咁所以呢場比賽其實史諾係需要總結同埋要諗嘅。如果真係確保利物浦下一個球季繼續有競爭力嘅話，加上沙拿真係好大機會走 ，TAA 亦都有機會走嘅情況之下，係要諗㗎啦。如果唔係呢，啲隱憂會不斷咁樣出嚟嘅。好，呢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